好 ，Hello， 大家好，我係各位嘅節目主持人，我叫秋山啊。咁啊，今日咧要同大家分享一啲咧，即係我最近睇完啊，覺得啊好撚正，即係一直喺個腦袋裏邊盤旋啊。睇完之後，咁呢一套係非常之有 feel 啊，我好中意嘅電影。咁呢一套電影咧就係呢一套啦，boom boom boom boom， 係啦，冇錯，呢一套咧就係《風林火山》啊。OK， 咁啊由麥浚龍咧做編劇啦，導演，同埋有一部分嘅演出嘅。OK， 咁啊呢套電影就係阿 Juno 賦予佢嘅生命同埋靈魂啦。咁所以我都要啦，因為我咁中意呢套電影咧，講真都要致敬一波嘅。OK， 咁啊大家啊留意下醫生嘅造型，即係雖然可能大家覺得有啲怪怪地，有啲柒 OK， 未必 carry 到，咁但係咧呢一個造型咧就係 Juno 一套好受歡迎嘅電影。咁啊，叫做殭屍啊，裏邊咧一個好出色嘅角色啊，陳友嘅造型 ，OK， 咁啊同我一樣都係頭髮白白地，戴住副圓框眼鏡啊，着住件底衫背心，一件道袍啊 ，OK， 咁啊，我演繹一下佢嘅金句先 ，OK。你有能力講嘢，點解講？人哋嘅嘢關撚事啊！你係知我實幫到手咩？你同我好撚熟啊？你又同我好撚熟咩？一句幫定唔幫 ？OK， 咁啊，好，咁啊，致敬完畢啦。咁其實咧一套電影都好多致敬嘅位置啦。咁啊，未必講得晒，咁啊都講少少啦。咁啊喺講之前咧，首先同大家講一講嗱，呢一個咧並不是影評，純粹咧即係我睇完覺得好正，同大家分享下咁啫。咁可能大家睇完覺得屌都係影評，咁但係其實真係唔好用呢個 terms， 因為我冇資格去評價人哋部電影好唔好睇亦都冇咁嘅資歷去評價嘅，咁純粹以個人出發，覺得正咁同大家分享一下。OK， 咁啊講翻到電影先啦。咁我睇之前都留意到一啲影評嘅，咁啊好壞參半，咁其實都唔係。咁好多 YouTuber 啊文章啊，我覺得話佢唔好嘅咧，都佔7、8成嘅。咁啊話佢好嘅就有1、2成咯。咁其實我睇完咧覺得好嘅 ，OK。咁啊，可能大家會覺得，喂屌，你係咪想做覺醒撚？咁咩叫覺醒撚咧？就係時下咧，而家好興，即係有啲人好中意表達啲言論，就係與眾不同啊。OK。咁但係咧，我並不是覺醒撚，希望大家唔好咁標籤我，因為純粹真係我口講我心，我真係覺得好正，咁所以先拍條片同大家分享嘅啫。希望唔好大家誤以為係覺醒撚啦，但係大家覺得係都冇辦法。OK， 咁我入戲院睇套戲之前咧，咁其實都睇咗好多 YouTuber 嘅一啲影評啦。OK， 咁其中有啲影評咧，即係其實講到好差到直情咧人身攻擊埋麥浚龍導演嘅。咁啊，例如有一個影評，真係我認為係廢佬級數嗰條撚樣。講真，佢直情咧係講話呢套電影咧《風林火山》嘅劇本咧就好差 ，OK， 咁有別於一般人寫劇本嘅系統，佢覺得咁咧就建議阿 Juno 咧就去修讀佢嗰個唔知乜撚嘢協會嘅一啲寫劇本嘅課程。我心諗我屌條撚樣真係講得好撚盡 ，OK， 咁其實我睇完之後咧，我其實好撚反感嘅。咁啊，我啊睇一睇阿 Juno 啦，因為即係你講到人哋唔係第一次寫劇本喎，人哋係拍過電影嘅咯喎之前。咁 Juno 咧，其實佢黑化咗之後咧，其實佢都有啲 music video 嘅作品啊，咩耿耿於懷啊、羅生門啊，電影有呢一個復仇者之死啊、殭屍啊咁樣。咁呢啲全部都好受歡迎，全部都係佢編曲、編劇或者係監製。導演甚至有份演出嘅一啲電影。咁我講一講《復仇者之死》先啦。咁啊，2011年 Juno 喺第33屆嘅莫斯科國際電影節獲得最具文本哲學獎。咁呢套電影咧，《復仇者之死》就係阿 Juno 編劇嘅。OK， 咁啊，導演咧就係黃精甫，而黃精甫咧亦都因為呢套電影咧榮獲咗最佳導演啊。咁仲有一套就係殭屍，喺2013年咧 Juno 編劇。導演 OK， 咁啊
一套電影咧係致敬80年代香港嘅僵屍電影系列嘅，咁亦都攞咗好多國際電影獎項啦，包括咧東京電影節嘅提名啦，2013年香港電影節最佳新導演嘅提名，第50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嘅提名，2013年國際影評人協會嘅最佳電影，第33屆香港金像獎入圍最佳新晉導演嘅提名。OK， 第21屆法國奇幻電影節、比利時布魯塞國際奇幻電影節嘅評審團大獎。講真，即係嗰條咁嘅廢佬 ，OK， 佢咁樣評價阿麥浚龍導演之前咧，究竟佢有冇了解過 Juno 嘅履歷而咁講咧？講真，你同我講佢要去報讀你嗰個唔知乜撚嘢協會嘅一啲乜撚嘢寫劇本嘅初級課程，我屌你老母！我覺得真係笑撚咗，即係呢種感覺咧就好似我比喻為我就比喻為可伯 ，OK， 可伯就溝撚咗河馬，覺得自己咧屌閪好撚勁，好撚識溝女，走去咧就教下清水健咧屌閪。咁撚荒謬，完全係踩低人，抬高自己。咁我出於好奇心啦，我睇哇屌你老味，你講嘢咁撚賤嘅。咁我心諗，唔知你啲留言係點樣嘅咧？有冇人屌柒你嘅咧？但係真係好可惜，即係我望一望佢嘅留言咧，即係附和佢嘅人係比較多嘅。咁即係無話可説。即係嗰個廢佬嗰啲影評我就唔撚理啦，但係即係好無奈，仲有好多影評啊、好多文章啊都係負面居多嘅。咁所以我入場之前，你話有冇即係受到呢啲留言影響咧？呢啲影評影響咧？咁坦白講係有少少嘅。咁亦都考慮緊係咪唔好睇啊？值唔值得花時間去睇啊？粒零兩粒鐘去睇啊？咁我就睇一睇套電影裏邊嘅陣容啦，咁我望電影配樂坂本龍一、剪接張叔平，你淨係坂本龍一呢個名啊，都值得你入場啦，師兄。因為坂本龍一大家都知道係過身㗎啦，即係坂本龍一嘅電影配樂咧喺《風林火山》裏邊已經係絕響啦，佢唔會再有新嘅作品推出㗎啦。張叔平嘅剪接同埋美術係攞過好多獎項，包括香港金像獎啊、台灣金馬獎啊，同埋不同類型嘅國際獎項，係非常之勁嘅一位剪接師、美術師。OK， 講真，淨係呢兩個名咧，我覺得已經夠你值得花100零200蚊粒零兩粒鐘入戲院欣賞呢套電影。講真，出翻嚟我都幾肯定，我應該係賺咗嘅。同埋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支持到香港本地嘅電影咁，因為好多人都話即係香港嗰啲藝術事業啊，包括電影啊都非常之式微。OK， 咁即係好遺憾就係好多人都話要支持，但係實際行動就欠奉咯，只能夠講。咁講翻呢套電影嘅內容啦。咁事先聲明啦，我就唔會刻意全劇透嘅，但係亦都唔會刻意唔劇透嘅。咁點解咧？因為其實好多 YouTuber同埋影評或者好多文章咧，都已經交代晒成個古仔嘅來龍去脈。大家唔明嘅地方，疑惑嘅地方咧，佢哋都即係幫大家腦補咗。咁寫得好好，講得好好嘅。OK， 咁所以咧，我覺得咧，自問我再重複佢哋講過嘅嘢就冇乜意思，亦都唔會講得比佢哋好。咁所以咧，我覺得我將呢套電影我自己覺得有 feel 嘅地方咧，咁同大家分享一下。OK， 咁我睇呢套電影之後咧，講真，我咧就諗起呢隻遊戲啊。OK， 呢一隻就係人中之龍4啊。講真，佢嘅封面亦都係 Juno 嘅顏色啊，黑白灰啊。唔知係咪咁啱？咁因為點解咧？套電影裏邊咧有眾所周知都有3條主線啦。咁第一條就係金城武嘅毒品集團嘅線啦，第二就係警察線啦。第三就係古天樂嘅殺手線啦。OK， 咁而呢隻遊戲咧，佢亦都係有幾條線嘅喎，包括咗黑道嘅線啦、警察線啦，同埋殺手線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咧真係有啲類似，但係我唔覺得阿 Juno 會玩呢隻遊戲咯。咁但係佢有玩過都唔出奇嘅，講真。
咁啊睇呢套電影之前咧，我哋亦都睇咗好多演員嘅訪問啦，包括呢個金城武啦、劉青雲啦，同埋阿鬼叔，即係飾演鬼叔林俊賢。OK， 咁啊佢哋都話收到嗰個劇本嗰陣咧，留意到自己嘅角色係寫得好仔細啦。咁佢覺得個劇本咧係好宏大嘅，咁可惜咧喺電影裏邊咧就唔能夠一一呈現出嚟。林俊賢阿鬼叔咧仲講咧，佢話其實呢套戲咧去到最後咧係要出現咧軍用戰鬥機嘅 ，OK， 但係好可惜就冇喺套戲度呈現到俾大家睇。咁我想講咧，其實人中龍咧去到最後咧都會出現咧軍艦嘅喎。軍用嘅戰鬥艦咯，咁啊有啲相似嘅地方，咁啊終於入到戲院睇呢套電影啦，咁啊有3場戲咧，我係好中意，亦都好難忘嘅。呢3場戲包括金城武喺隧道瞓醒啦，銅鑼灣落雪槍戰啦、炸醫院啦，同埋致敬蜘蛛巢城啦，喺古天樂嘅殺手兵團大戰杜德偉嘅弓箭手兵團啦。咁除咗呢3場戲之外啦，咁配角又係好撚正。有頭先所講嘅盧冠廷啦，好有氣味啦。鮑起靜啦，即係佢啲演技不容置疑㗎啦。衛詩雅啦，同埋盧海鵬啦，不得了。咁我抽一抽啊，衛詩雅有一場戲啦，就同啲南亞裔嘅匪徒咧就互相槍戰嘅。OK， 咁阿衛詩雅咧就俾嗰啲南亞裔嘅匪徒咧就已經係射到蜜蜂竇咁樣。咁但係咧佢不斷係咁中槍嘅時候咧，佢拎住支槍咧不斷還擊喎。OK， 咁大家如果未睇呢套戲，將會睇或者會二刷嘅時候，試下留意翻當時衛詩雅還擊射殺翻啲匪徒嘅時候，佢嗰個表情，佢個表情咧係好撚爽㗎，佢個樣係好撚 high 啊！我都唔知你明明中咁多槍，但係你不斷還擊嘅時候，個樣點解咁 high？但係令到我印象好深刻咯。OK， 好深刻，好撚詭異咯，感覺好撚正啊！其實嗰段戲係咁，另外就係阿盧海鵬咧，俾 Y 文啦 ，OK， 殺嘅一段戲啦。咁阿盧海鵬知道自己要死㗎啦，跟住對住阿殺手 Y 文講：你捅還捅啊！你唔好撩啊！嗰一度又係好正咯。咁跟住阿 Y 文就拎住支針定係鋥咁樣，一嘢就拮咗落阿盧海鵬條頸度，就唰一聲掹翻出嚟，跟住盧海鵬就死咗啦。即係嗰段戲個氣氛又係好正嘅。咁呢套戲我好中意啦。咁但係你話有冇啲唔中意嘅地方咧？都有嘅。OK， 咁啊第一個咧就係AI Y 文。OK， 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套電影嘅新聞咧，都知阿 Y 文咧因為政治正確嘅關係咧，就俾人換咗面嘅。咁但係雖然事後咧有啲新聞話其實冇換面嘅，真係有呢個人㗎，而呢個人咧亦都有參與影展嘅 ，OK， 有登過場嘅，呢個人係確實存在嘅。但係咧，我想講咧就係有呢個人，但係你嗰個角色本身真係 Y 文咯，因為真係冇得呃㗎。喺套戲裏邊咧，有啲鏡頭咧影阿 Y 文個樣嘅時候咧，佢嗰個 AI 面咧係 blur 咗嘅，佢真係唔係好穩定。係幾核突嘅，其實真係 OK。加上阿 Y 文後尾枕嗰個生命麵包，仆街呢個色力場。喂，大佬你同我講話嗰個人其實唔係 Y 文嚟嘅，真係嗰個人個樣嚟嘅。喂，講真，說服唔到我咯。我真係可以話 99%， 我真係覺得嗰個係 AI Y 文咯，係俾人換咗嗰個人塊面上去咯。雖然有 Y 文嗰啲戲咧都好撚正嘅，尤其是佢冧阿盧海鵬同埋同古天樂互相廝殺嗰一幕。咁但係講真，AI Y 文即係呢個位咧，一見到佢個樣啵啵地咧，即係我又睇得好唔舒服咯。即係因為太核突啦，破壞咗套戲。我寧願你將 Y 文嗰啲戲咧全部剪撚走晒佢，即係真係全部剪晒佢。因為你話你拍咗6-7個鐘頭啊嘛，你大把嘢 cover 啦。我覺得故事上咧有一個位咧，我就黑人問號嘅。咁我嘗試睇過好多影評同埋好多文章咧，都冇人解釋得到嗰個位置嘅。咁如果有睇過亦都明嘅，可以不妨留言話翻俾我知。呢一樣嘢係咩咧？就係劉青雲咪帶咗隊人去掃毒嘅。OK，
咁佢掃毒嘅過程咧嘅時候咧，佢咪同阿梁家輝發現個天花咧有啲白粉跌落嚟噶嘛。OK， 咁啊劉青雲就知出事，因為劉青雲係黑警嚟嘅。咁佢咧就收埋咗啲毒品咧，就喺上面嗰層，就係佢自己嘅。OK， 咁佢知道，咦，仆街個天花有啲白粉跌落嚟喎，即係佢本身喺上面嗰層，佢埋咗喺地下嗰啲白粉咧，就會俾人發現啦。咁佢嗱嗱臨就上去上面嗰層，就去諗住，我估下，佢應該諗住去運走啲毒品嘅。但係佢一打開個地板咧，一包二包多撚到咧係，你冇可能一條撚樣咧，你又冇帶袋又冇篋，乜都冇，你徒手打開個地磚咁撚多毒品，你根本就拎唔撚走嘅喎。呢個第一樣嘢你拎唔撚走，第二就係佢不斷地咁拆開啲包裝，搞到一地都係。OK， 我又係黑人問號，咁你喺度做緊乜撚嘢咧？你又帶唔撚走啲毒品，你要整到一地都係，咁你真係算係點咧？我真係唔係好明，即係如果我係你嘅，知道會喺上邊我啲毒品收埋咗喺上邊喎 ，OK， 會俾啲同袍發現嘅喎，咁我真係扮傻仔，唔撚知邊個知啲毒品係我嘅啫 ，OK， 就算你本身係貪心都咁話啦，因為你實出事㗎，你冇撚緊嘅喎 ，OK， 咁你不如扮傻仔。就帶 team 人上去，有毒品喎，自己冚翻自己毒品，起碼你自己走得甩先啦。但係佢自己上去諗住拎走啲毒品，就拎唔撚走，又殺到一地都係。咁啊，劉青雲最後拆嗰啲毒品嘅時候就俾人殺死咗啦。OK， 咁但係佢成個過程咧，我又真係覺得黑人問號咯，我睇唔明白咯。咁所以除咗呢個位之後，其實套戲大部分嘅故事個脈絡啊，個因由係點樣啊，其實唔難明，亦都好簡單，我覺得。OK， 但係我睇嘅時候真係因為有啲負面嘅影評出現咗，我吸收咗，所以我睇呢套戲嘅時候咧，我係好留意對白，同埋我個腦係高速運算。OK， 但係正呢個原因咧，即係一路睇一路諗嘅時候，我就覺得呢套戲好有趣咯。所以個古仔對我嚟講咧，雖然劉青雲有一段戲我唔係好明白，咁但係其實成個古仔嘅脈絡啊、劇情啊、對白啊各樣啊，我係非常之 enjoy， 就係咁樣。跟住去到套戲完結啦，開始落字幕啦。咁當然啲觀眾開始離席啦、走啦。咁我都諗住起身走噶啦。突然之間聽到坂本龍一大師嘅電影配樂，一啲好哀怨、好凄美嘅鋼琴聲。跟住我就選擇坐翻喺度 ，OK， 眯埋對眼。一路聽住一啲好哀怨、好凄美嘅鋼琴聲，一路回憶翻呢套戲裏邊嘅對白啊、畫面啊、片段啊，跟住直到鋼琴聲完結，啲燈着撚翻 ，OK， 我先至收拾行裝離開個 hall， 成件事係勁有 feel， 係好正嘅，真係好可惜，我擘大眼 ，OK， 離開嘅時候。其實咧，成個 hall 咧得翻我一個人，即係呢個動作得我一個做咯。Anyway， 我真係好中意呢部電影咯，同埋我想講，我離開嗰陣咧，我係笑住走嘅。雖然大家覺得可能你咁講好似又誇緊咗啲，但係我講真，我真係笑住走，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俾咗呢100幾廿蚊去花呢2粒鐘時間咧，我係賺咗嘅。我真係冇吹水，我真係覺得我真係賺咗嘅。所以大家未睇套電影嘅話咧，趁住應該仲有幾日先至落畫咧，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去睇一下咯，就係咁樣咯。以我所知道呢套電影咧，佢 original version 咧係好長嘅，佢6-7個鐘頭，咁佢刪剪到得翻2粒鐘左右。咁我好期待佢會有一個long version 咯，就係咁樣咯。雖然唔知呢個 long version 會喺咩平台度呈現出嚟，但係如果有一個 long version， 我真係會一定會支持啦，就係咁樣。咁好，咁今日要分享嘅呢套電影《風林火山》不是影評啊，冇資格冇評過任何嘢，純粹係分享下自嗨下嘅啫，就暫時到此為止。咁希望大家中意啦，中意嘅希望大家俾翻個 like。
咁啊有啲咩地方講錯咗嘅歡迎留言指正啊。咁啊，我哋下一條片再見，係咁先，拜拜。